来看早起6点半，宜兰罗东广兴派出所边仔一台分霸装甲车去弄到路顶，电火条倒落去，撼到派出所的外墙，加载是无人受伤。军方是表示讲，这架装甲车是为着要闪一台脚踏车，才去弄到路顶，会负责赔偿。路顶的条仔规个歪去，倒向边仔派出所，外墙也去扫掉，原来是互这台分霸装甲车所冲撞的。 反正一声真大声啊！我拄好徛伫遮做工课，我就看伊安尼弄个电火条。他第二台声音很大声，然后来不及刹，开太快了，太快了。 店家讲，迄当时听到声音惊一跳，想要到肇事的是一台国军的分霸装甲车，好佳在无影响其他人车。23早起6点半左右，这台属于陆军陆军团南洋地区指挥部的分霸8辆甲车，当日进行例行的战备征询。所伫经过宜兰东山乡广兴路甲永兴路二段路口，疑似为着要闪自轮车所发生意外，也扫到边仔罗东分局的广兴派出所。 因闪避骑单车民众不慎擦撞路灯，造成损毁，单位立即主动通报东山乡公所，将负起后续赔偿维修事宜。陆军第6军团表示，相同的事故发生了后，无人员受伤，也随通报相关单位，佮会负起后手的一切赔偿、维修责任，也会加强要求所属部队执行任务时的安全控管。另外，确实出代志的原因，警方也当咧调查厘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